民权路，新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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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权路啊，新营民权路哦。前方新营高中啊，新营高中，还有客家文化协会。前方民权路哦，益昌生药行啊，王宣茂哦，还做市议员呢，真的在民权路这边啊，益昌生药行里面啊，胜义书局，南义书局的旁边啊。再往南边的延平路有淳安生药行，也是王家开的，哦，80的故事民权路然后民权路，然后交叉的是三民路，还有要找远传啊，远传。还要找那个开手的刻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文宝堂，三民路、民权路、十字路口旁边，眼镜啊，卖鞋子的啦，手机馆啊，哦，南边有远传啊，有没有看到远传在三民路靠近民权路十字路口这边？